今天晚上我们相聚在东方艺术中心，将隆重举行“陌上花开缓缓归，无缝花”折子戏专场。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钱云，今天的演出将由我来为大家主持，谢谢。说到无缝花呢，我们上海的观众对它太有感情了，我们都亲切地叫它什么呀？阿花，都是铁杆的啊。那么阿花呢，不仅是当今粤剧舞台上最优秀的范派小生之一，也是我们上海观众特别钟情、特别喜欢的一位女小生。今天晚上的折子戏专场呢，可以说更是荟萃了无缝花多年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舞台精品，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无缝花从艺30年来的一次艺术总结和呈现。那么，在我们亲爱的阿花正式登台之前，我建议我们所有的铁杆粉丝以你们最热烈的掌声献给这位优秀的范派小生，祝愿他演出圆满成功。太好了，都是花迷呀，太棒了你们。好的，谢谢大家。首先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啼笑姻缘》中的约会一折。在剧中扮演樊家树和沈凤喜的将是无缝花和上海越剧院的著名原派花旦、梅花奖2度白玉兰奖获得者方亚芬。掌声欢迎2位名家。清的早晨啊，乘风起的风起。风起来一程，一曲小巷，且问他三分神情，细可惜。烂漫不断情，猜不去，说乃爱，你乃为，开眼是他应，耳闻他声，浅浅的笑靥，深深的令人堂堂的牵挂除了他，心中也有
也不该戳破那嘎他心儿的刺激。你呀，真顽皮！看你一大清早就躺在这里睡觉，当心失凉。谁叫你来的这样晚？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你看。哦，刚6点钟。哎，不是我来晚了，是你自己来早了。凤喜，你今天穿了这身女一身打扮。范大爷，你看我这身打扮，冒充得过去吗？什么冒充？简直就是个女一身。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凤喜，你妈一大清早叫我到这里来等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啊，我妈说你下午要来，可是我要去趟大姑，不能陪你，所以叫我一大清早到这里来陪你多生一位娃。哦，那我们说些什么呢？这范大爷，你家中万一什么人？想要问题就是这几句话，上次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家中万一老母亲，死了母亲万一谁？死了母亲，家中无有第三人。一门一上的进门的家中人，家是我堂的八亲戚，要再问你定亲不定亲，分明的定他本此情，随便问问你不要紧了。对，既然不要紧，我也来同陪。问你家中有没有堂弟进门的家中陪？我的事你早就知道了，你还来问我，你这是真心。不问，那我们来说些别的吧。凤喜，你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与我商量？
谢侬那里空气真好哦。你怎么又说起空气来了呀？范大爷，这话我妈不好意思对你说，要我来说。凤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尽管对我说，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接你去办。凤喜，这里没有外人，你尽管说吧。范大爷，宫门锁是开汉城，红喜有言开南上，都是为每年生涯被艰辛，娘夫疼我一辈子，在天桥城里郎，英雄一样一丈夫，我只管要我去领主场，为跳出地毯登台堂，必须要自己将对天在模样，可高抬我们娘大爷，只好与大爷来相伴。要借多少？就结果10块8块吧。10块钱够了吧？我不要了，晚怎么了？你不高兴？我怎么不高兴啊？那天叹气你，那我叹气是为你可惜呀，为我可惜。凤喜呀，你谈谈瓦布生几头，从小马开门下是单肩头，天骄美丽虽辛苦，千真的草生死去，也许碰上一文土，多少人被红子一不才去，混中争夺娘爹，小李堂到太不退，姑娘我是花到秋边来连头，地摊苦兮恨雨，恨杨家我灵儿出自一园游，好得凤喜枝枝红，也为了生美翠分离，今天全是凭我儿子家中那头来亲那头。愿有堂里不算你，不做杨花做水绿，我女子有清贫
我相信。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问吧。你是不是真想做个女医生？我想啊，我山里梦里想的就是做个女医生呀。好，那我们一言为定，我去接你报名。不，怎么了？我去到苏北唱大鼓，那家里怎么办呢？哦，你今夜上读书，你的家用是说由我来承担。真的？真的。哎呀，万大爷，你真是个好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啊，万大爷，我谢谢你。奉喜，奉喜。万大爷，奉喜。我谢谢你。你怎么哭了？我没有哭。没有哭，真会有眼泪。我也不知道，心里高兴，鼻子一酸，眼泪就自己掉下来了。那你是太高兴了。那这个万金年又怎么了？我去到苏北唱大鼓，这行头钱就用不着了。那奉喜，这钱你先拿着，回去同你妈再商量商量。啊，那几时叫我回应啊？明天。明天？哎呀，明天我没有空啊。那么后天？不，还是明天吧。咦，你不是说明天没空吗？要是明天不见面，有的闷长一天。你呀，那我们明天什么地方？老地方。什么辰光？老辰光。6点钟。天为一。那我睡了。我说说哎，妈，你一大清早起来，现在回去，晚上可以再睡一觉，还是让我来送你吧。男人送女人，那要女人送男人，还是让我来送你吧。哎，妈，平常都是你送我，今天啊，就让我来送你。来。好了好了，这样送来送去，送到明年我还是这个老地方。那就不送吧，那我走了。老地方，老地方，老地方，去为让我年轻自由。老地方，老人光，盼从此天荒地老，心不老。吴凤花从艺30年来呢，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而且在圈内的口碑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晚上呢，她的专场不仅有3位梅花奖得主为她配戏，更有3位梅花奖获得者来担任她的演唱会嘉宾。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请出今晚的第1位演唱嘉宾，我们上海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淮剧王子梁伟平，掌声欢迎。
大家晚上好。哎呀，这个王子就是不同于一般人啊，一出场这个气宇轩昂啊。梁老师怎么保持得这么好？哪里，客气了。梁老师也有害羞的时候。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阿花好不好？听说你也认识她很多年了。这个倒是叫我一下很难回答。实际上我确实我认识他很多年，但是他对我是没有什么印象。听上去你仰慕他很多年。啊，对，说的一点没错。因为当年他的舞戏啊，这个包括他们的陈飞啊，他们这个团的这个舞戏，对，在我们上海应该各位观众都是记忆犹新的。那个舞戏看了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作为淮剧演员，我们团的舞戏啊，还是梅林啊，对，一流的嘛。也同时也知道这个练武功的这个苦处和它的难处。就绍兴小百花做粤剧女子团，这个武戏那么的出色，那么的，哎呀，说老实话，我在剧场里边看了，我非常震撼，对他们非常敬重。对。特别对吴凤花。这个以前只听到过吴凤花的大名，后来看了她的演出之后，是不是很震惊？是的，是这样。比男人还要男人在舞台上。啊，对，所以对，你这个说对了，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就觉得吴凤花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观众？上海很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她。侪老惬意的，对吧？就讲我就觉着伊这个台高头个男人样子蛮灵啊，交关灵。所以讲，女人欢喜，后头发觉男人也欢喜。不是，男人都这么喜欢女。哦，对，女人就观众更多了。像梁老师这样的男人都喜欢阿花，你说女人能不喜欢吗？对啊，我就觉得没错。而且你们俩还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在舞台上都演过同一个角色。哦，我以为你说相通的地方，我以为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对。加10分。对，他演了一个霸王。就是《虞美人》里边跟单阳平演的那个。对，我们梁老师也演过戏。我们淮剧也有戏出霸王。开了那个都市新淮剧的先河。对。那问你一个尖锐的问题啊，你觉得是自己演的霸王更有霸气呢，还是吴凤花演的霸王更有霸气？很难回答吧？掌声。应该这样说，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她比我更好。因为作为女演员，不是女演员，她是因为她是女小生嘛。对，女小生。对不起，我这个一下子扭不过来。我就心目当中她就是男演员，不是女演员。明白了，就是一句话：巾帼不让须眉，对不对？对。是的。我觉得她更不容易，因为演霸王，我当时演，我压力已经很大了。已经很大了，因为传统的霸王那非常的是真是美轮美奂，不得了。但是我们要去挑战这个霸王是有一定压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梁伟平先生为大家演唱《卖油郎独占花魁》。掌声欢迎。花台没有郎做情人，故乡花魁女群香。我看她本是良户人家女呀，为什么流浪到樱花场中来呀？谢谢。236岁呀，一朵花正开，迎来了狂风浪的飞马花枪，青春听说人人讲呀，20岁一个
就急急地下桥来呀。先跟金儿里呀，明月怎当阳？花闺女分明妥协，犹如一朵醉海棠啊！我轻轻悄悄坐在牙床上啊，做梦人生偏红妆。小鹿阵阵装新房啊！白粗两小衣呀，结成美样，没有郎夫思想，实在太荒唐。他本是江南名妓有声望啊，我恰是初见故乡的美呀嘛没有郎啊。看金儿里呀，天色微微明，干戈山军东流，花闺女才群，可天我为妻心操惯，头手一配不尽，默默无语，年头重情，花去我因你结孝，三两雪花银。真的，我们淮剧非常的好听。其实我们中国的戏曲啊，真的是博大精深，各个剧种之间呢都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是值得借鉴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是范派创始人范瑞娟老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的。所以这些年来啊，吴凤花学了很多的剧种，他唱过京剧，学过昆曲，还学过川剧。只要他觉得可以为我所用的，就大胆的吸收，大胆的借鉴。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一出《周人哭坟》呢，就是取材于京剧，借鉴于川剧的一出戏。这个戏的表现手段非常的丰富，在这出剧里头呢，吴凤花还大胆的借鉴了花旦用的长水袖来丰富人物的表现手段。这个水袖啊，长达7尺啊，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表演功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掌声再请吴凤花。严嵩面前要你切脸去吧！到，走人！马有求勇，哪有成名？
你我父亲为救圣兄，为报圣上，我一切退烧，将你献于眼前。也请你四策名称，四分而死。如今我恰随众人所骂，奉受托大。不好冤枉，不好。
当得好，当得好，哎呀，当得好啊！风尘万物，满有就有，恨我北梦情意，足迹天桃神心，足见相背。我这人力抬桃江之际，也已成功，不但瞒过了爷爷，瞒过了冯振东，也瞒过了宗臣二梦。身上万岁无恙了，圣兄的性命也得以保全了。当得好，当得好，这当得好，圣兄的性命谁人保持？恰有配册子发配边疆，圣兄身上何时团聚？何年何月才得回来？圣兄何时才回来？圣兄配册子发配边疆，册子上的恩下脱身，圣兄夫妻边疆。圣兄不为，这出家里查出怎报？我这人没有求兄的才名，岂不是一头犯孽？我去换月去世，又何得到底？又有何曾无恙？到底看下后的这小小的婴儿，又有何曾无恙？穿造一黑，穿造这城堡家谱。那年宋太子以权为师，狼崩结派，残害忠良。那一年一场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那冯振东这个势力的小人，团团富贵，没有权用，你为何不管？你为何不管？
进锐个孙的，怎不撕破那决策的？我能。你我无力的回吧啊！崔三的死间的不，炮玉呀，你拼命的下吧啊！往东炮去，快去发个天地！能与瑟风劈头给
相约。色不定，一切切，心闻雨暖，不作他负恋，28年。计了十里河道一村民，金风起，从举登高，起模房远，西花飘，西花飘，回路相互心儿互传。王儿不夜夜正看着我思索一层层，自从朝贺金风阳恨看见文强为中央东西，为陈少大声去领导皇位，母亲呀！母亲。
千金，我岂能撒手不管？出城中才曾离高深渊，啊千金，这电影才让心情难过，为兄长收拾起满腹心酸，且陪那云彩不在胸前的，就必须承受这种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只能顽固一时，倘若19些人，那则必不管许。妻呀，我有意行方度中，要他保龄身上，远走高飞，生兄未来一家团聚。众人这次将我风声塞过，那是我的心愿意料，正好前来陪伴我妻。我妻稍后待我送在身上，便来陪伴与你。妻呀，我去了。去了。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吴凤花的演绎下，7尺长袖都好像有了生命力。短短的20分钟时间，让我们再次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让我们再一次长时间地为吴凤花鼓掌。我想这样的演出对阿花的这个体力消耗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让阿花多休息一会儿。在这个时间里呢，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晚上的第2位演唱嘉宾。说起来，我们上海的观众也是特别熟悉和喜爱，他就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董科第。董科第的唱腔和表演呢，深得张桂凤老师的真传，被誉为唱不倒的金嗓子和最有魅力的老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董老师登台，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唱。非常的高兴。现在呢，我为大家演唱一段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肉鱿鱼糖丸》，谢谢你们。才是我家的千里驹，梦境家怀也是非故乡，今夫最欢富也。同生作业能，月儿一岁从前去，月儿一命同心生。
见过这么好看的女老生吗？没见过，太漂亮了。而且董老师，你刚才出场的时候，他们尖叫啊，一般对天皇巨星才有这样的待遇啊，是不是啊？谢谢我们观众对我的鼓励，谢谢。董老师呢，今天是特地从浙江赶过来的，就是为了吴凤花的专场。听说吴凤花在你的心目当中也有很重的分量，对不对？是。说说对她的印象。阿花今天晚上搞了这么一个专场的演出，我觉得一个中青演员非常必要的。作为她来讲，今天晚上的一台晚上的演出题目叫木上花开缓缓归。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中年演员，对自己的艺术回过头看看，总结一下自己。那么这个时候的演员呢，不在于往前的冲，需要自己总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沉淀，需要的那种厚重。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阿花呢，我跟她接触比较多，因为由于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的虞美人，我、她、单亚萍，我们3个人呢，平时在开玩笑，说我们3个是王脸婆，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由于对这个戏曲的油彩，这个脸上过敏，脸上都有黑。这是真是为我们的艺术所牺牲，为艺术牺牲了，真的为牺牲的。他脸上也有这个黑黑，我脸上也有这个黑黑。我们平时大家都是开玩笑，所以我们3个人在一起啊，合作的非常的愉快，也非常的开心。在那个舞台上合作这个前提的后面呢，我们老在想，阿花你怎么像个假小子一样？对啊，完全像个小男孩，是。是啊，就觉得我说你身上。我唱老生的，我说我还是你男性化，所以我们平时老的都在开玩笑的，但是始终她生了孩子以后啊，做了妈妈以后，哎呀，我觉得阿花，你这个让我又得看到你另一面了，你怎么就那么？儿子在身边的时候，对，特别有一种母爱，你知道吗？哎呦，我那个时候感觉阿花的身上又散发出她非常的一种女人，变得有女人味。对，非常的有女人味。我觉得阿花你真了不起。舞台上的阿花是非常硬汉形象的，是舞台下的她也有柔情的一面。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她所成功之处的一个自己的塑造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形象。作为一个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演什么像什么，但是在台下。我们毕竟是个女的，我们需要有个母爱，需要一个做好。董老师说的太好了，所以她的各种角色她都完成的非常的好，对不对？对。好，董老师说的这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她用她最擅长的方式来献给我们广大热爱董老师的这个观众朋友，是不是？是什么呀？谢谢。再来一个好不好？你们还想听吗？意犹未尽啊！要不要听？掌声最热烈一点！还要尖叫声！谢谢。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演唱一段，你们想不到的。今天晚上我想反串一段，我们浙江的精华舞剧，杨延昭的唱段《莫桂英》，希望你们大家喜欢，谢谢。我呀。
其实我认识吴凤花也有很多年了，整整10年了。在2003年的时候，吴凤花作为首位外省市的优秀演员来上海举办东方之星演唱会的时候，她的专场就是我主持的。那个时候的吴凤花呢，早已经夺得了第1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我记得在舞台上，我当时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阿花，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阿花毫不犹豫的就说：“我要去摘2度梅。”说的是那样的坚定，那样的充满自信。果然，在2011年，吴凤花凭借着新编《狸猫换太子》中的陈琳这个角色，第2次摘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我想，作为一个戏剧演员，能够2度问鼎中国戏剧最高奖，这个荣誉是神圣的，但是背后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只有阿花自己最清楚。所以得奖虽然是2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依然要向阿花表示最衷心的祝贺。所以大家也猜出来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狸猫换太子》中的考寇一折。剧中寇珠这个角色将由绍兴小百花的另一位梅花奖获得者、著名吕派花旦吴素英扮演。剧中刘飞、郭淮将由同剧团的2位优秀青年演员粤女争锋金奖获得者董建宏和何梦来扮演。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以宣城令是。娘娘有旨，曾令进宫。曾令进宫，曾令进宫。奴婢曾令进家娘娘千岁禀分，谢娘娘。娘娘，僧爷说奴婢进宫，不知为了何事？曾公公，哀家与我分明。娘娘，请讲。12年前，哀家命口子判一件大事，他竟没有判好。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什么大事啊？奴婢想不起来了。哦，真的想不起来了。哎呀，年长这酒实在妨外了。可是口子他已讲过了。他讲什么？你不要装糊涂了。你怎么讲？学过哀家分灵夫妻。娘娘要你死，你就活不成。国王，你管把我怎样？咱家有先帝免死金牌。
哎，娘娘，夜深了，用奴婢为公，慢慢相累，谁能想起这类禀告是讲慢？想不起来也就算了，何必急着要走呢？不知还有何事？你是口子乱了爱抢的大事，给不给打？哦，给打，给打。好，把口子带上来。是。娘娘，奴婢虽无不义之理，是何当的？哼！话后一字，你一贯违抗，打！娘娘，打！万不与我匆匆的打！是。手举棍堂。
情，我与他判你不分。你打，你从中的打。没了两座同当悲剧慢，你还需当一旁来分一声。娘娘，问他什么？你问他当年何非寸痛，和中长不何分？是。可是你当年何非寸痛，而中长不何分？此话从无实起，难道你曾困境？我何曾困境？娘娘，你可曾困境？哀家当顺困境，须困他早死不早。娘娘既已困境，何必用问我？好也上面贼，曾令与我重重的当，狠狠的当，当得他走身丧身。娘娘，恨你，你不管从当，换来你们的这寸土的了。不是。陈丽，你只管从大好了。这是要丧命的呀！有恩有德，再有子，孩子就不怪你，你打吧。这是你，陈丽，你万不与我重重的打。陈丽，你打死我吧，你惩戒我吧。也罢。举起无情
陪他一死将他把子他真情带路太子难留。功臣，想你是否从英语，真是官人要惜子了。想让他为你照顾为我，难逃官位有冤枉，你他不肯也遭臣服，今朝下云堂。藤林茶子，藤田里，去定要半生出马遗恨。究竟是下你魂灵，生灵。
多的女小生当中，吴凤花是独树一帜的话，那么说到越剧男小生，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谁呢？没错，你们全都说对了。那么今天晚上呢，越剧王子赵志刚也特地赶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我们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志刚登台为大家献唱《沙漠王子》选段《算命》。
家，谢谢。唱的好不好？赵志刚你好，这个志刚怎么永远看上去都像25岁的样子啊？不老的，是不是？你真的魅力啊，无人能挡。你刚才那个算命就唱了第一句，后面那个绍兴小百花的小姑娘集体哇，都很崇拜的样子啊。我知道，钱云呢也学过影派。是什么？沙漠王子算命我教过他，是不是今天很特别的？怎么变成让我？钱云也来几句怎么样？不，你这个在你后面没有人敢唱。学一句好吗？学一句，一句。再掌声来一点，掌声。好。为了向我敬爱的赵老师啊，表达我对尹派的喜爱，那么我就唱一句，好不好？唱的不好你们也鼓掌，唱的好你们也鼓掌啊！你给我起个调吧。虽无金儿心悲酸，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对面昨日是我心爱人，可叹我有梦不能安宽。好，唱的好不好？真的唱的很棒的。第一句还有点抖霍霍，后头还可以吧？灵光啊！好，赵老师，接下来后面还有好多句，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教我啊。好的。我去杭州请教。我也经常来上海。对，好，那么赵志刚也说说心目当中的吴凤花吧。你今天来参加他的这个专场，看来你们的交情是不一般的，对，对不对？因为我跟阿花呢，真的就像好兄妹，也像一对好兄弟啊。我们一见面，一开口，他看到我总是阿姑、阿哥，对吧？啊。我姐阿花，哎，所以两个人都是很亲切、很亲热的。对。阿花呢，确实在我们粤剧演员心目中，她是一个拼命三郎。是。确实，绍兴小百花。从他们长期的这个一个历史来看，上海观众为什么特别喜欢他们？能文能武，对不对？然后吴凤花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而且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拼命三郎，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他的腰摔得很厉害，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子就，所以大家我们都很担心哦，他以后在舞台上可能武戏就不能演了，因为医生说，如果不好的话可能会瘫痪。但是呢，实际上他最后还是咬牙，经过自己的努力啊，克服这个伤痛，不断的练功演出，现在又恢复得这么好，让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但是呢，在说他艺术的同时啊，刚才实际上梁伟平也夸了他，柯蒂也把他生活中的一面说了一下，也爆过料的。我这里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另类的一个吴凤花。好，太好了。阿花实际上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人了。你们虽然看他在台上那么认真啊，我们一起出去演出啊，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生活中间，在平时啊，他就是一个活宝。活宝啊，这个是第一次听说。他总要搞出一点名堂来，举个例子，逗大家乐。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越剧大汇演还是什么，我们演出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后台休息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吴凤花。什么情况？他是唱小生的啊，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男人形象啊，然后突然的穿着一件。吴素英穿的一件短的晚礼服，吊带的对吧？我的啪啪裙是红颜色跟黑颜色跟一件衣裳，我想我应该没有记错。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人全部都惊呆了。都没有想到。他就故意要来逗你们乐。我想说的吴凤花是一个
活生生的这么一个活宝，就是生活中他绝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的，保持童心，而且跟所有越剧圈子里面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是打成一片，大家都是特别要好。所以阿花说：“阿哥，我在专场侬来帮帮忙。”我说没有问题。哦哟，所以你看，一定要来你这么一说，大家对吴凤花又进一步的了解了。对，不仅是执着的、拼命的、坚持不懈的，对，也是活宝的、可爱的、真的是一个活宝，天真的。哎呀，太好了！相信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这样的阿花，你们更喜欢了，是吧？对，好，阿郭，再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刚才呢，我们一连欣赏了吴凤花的3出折子戏，无论是现代大学生、落魄文人，还是忠义太监，吴凤花演来呢都是形神兼备，令人回味无穷。那么今天晚上她带来的最后一出折子戏，将是《摄政王之恋》的狩猎御赐。在剧中，吴凤花饰演多尔衮，饰演大玉儿的将是绍兴小百花的另外一位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傅派花旦陈飞。我们掌声有请2位。
你在教我什么？我在教你大女儿。你真的才叫我大女儿，我真的才叫你大女儿。你还记得这里吗？风沙破灭，战日凛凛，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人记忆犹新哦。当年是两初见亲，风沙破灭成滚滚，红浪我大江我在三十面，青唐僧
我在笑你，笑我什么？笑你今晚替我为主发抖啊！我因人而作，天气并不寒冷，我不寒而栗，不寒而栗。你是寒啥？谁因唉，岁月流逝受风雨，难解难受逆风流行。昔日你怀暖似春，今日你心冷似冰，我怎不因人而作？不要为了逢场作戏而耿耿于怀。放心吧，此行就容不下第二个人。走到森林去。不，多尔衮，我不去森林。多尔衮，我不去森林。多尔衮，我不去森林。快随我为公，快随我为公。哎，这一来到森林，怎能服从的绝梦？到森林去！不，多尔衮，我不去森林。多尔衮，我不去森林。多尔衮，不怕。怕什么？啊，我怕森林有狼。狼有什么可怕？莫非你是怕刺客？刺客？森林怎会有刺客？难道你没有听说有人要杀我吗？杀你？普天下竟有神官杀你？普天下官杀我者，只有
一声在你一生言休是可叹，后你昆城结色，岂非能杀尽天下豪杰？我又怎能颜面？有我在你身边，大可不必被孤所遗。走到森林去。不去森林，多尔官，我不去森林，多尔官，有罪。谁的自己？是我的。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你总的是得计。三个，你们不能够让谁的自己都是议论一场，死去灭亡。是。窦二官，是我要他们杀你的。窦二官，
托端尊应，曾在我千刀犯挂，曾在七彩七彩。
李小英，为了你腥风血雨不行，为了你愿身在道，草原路为了你，曾是曾的儿子余年我父所去，我只求与你师徒重归，永度于空。对你只有你能伤我，是在别人手里算不得英勇，死在你手里也不会千古风雨。欢迎吴素英，欢迎方亚芬、杨伟平、董歌弟、陈飞、吴凤花，再次把今天晚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好吗？刚才我们听了很多名家讲述他们心中的吴凤花，但是我想此时此刻大家是不是特别想听吴凤花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想吗？来，阿花，我想这些话是不是也是积累在心中好多好多年了，是吧？我想上海是粤剧的一块福地，上海是绍兴小百花成长的一块福地。本来呢，我每次演出呢，范老师肯定会在现场。那么今天上午我去看望了范老师，范老师说一定要让我带个口信，感谢所有关心支持粤剧的新朋友、老朋友。厚爱绍兴小百花的老朋友、新朋友
和师长们，我们家老师现在身体不错，请你们放心。他说一定转告。那么，我要感谢今天在演出到场的尊敬的各位老师，更要感谢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为我助阵壮胆的梁老师、董大姐和我们王子哥，谢谢方师姐。那我们团里2个姐妹花，那就不用讲了，我们是自家人，非常感谢。另外呢，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绍兴小百花整个团队台前幕后的辛勤付出。我想感谢的人很多，我唯有好好的演戏，认真的做人，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多出你们喜欢看的作品，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谢谢。我衷心的祝愿吴凤花艺术更加的辉煌，家庭更加的幸福。掌声响起来！谢谢，非常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老师和师姐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吴凤花学徒的集锦到此结束。